繼張文彩陪大家睇天氣。下晝同低壓槽相關嘅雷雨橫過香港，為我哋普遍係帶嚟20毫米嘅雨量，而西貢更加錄到超過40毫米。但入夜之後，雨勢就開始減弱啦。而天文台錄到今日嘅氣温就係介乎21.2至到29.3度，21.1至29.3度，而而家呢22度，相對濕度90%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天文台預測多雲有幾陣雨，能見度較低，初時有幾陣雷暴，稍後雨勢逐漸減弱，天氣稍涼，氣温介乎20至到23度，吹和緩嘅偏西風。而聽日漸轉吹清勁嘅東風，展望之後1、2日仍然都會落雨㗎。而空氣污染水平方面，預測係輕微至偏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澳門雷暴，廣州係多雲，廈門有驟雨，高雄有雨，台北有驟雨。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同首爾都係多雲。大阪多雲，東京有驟雨。巴厘島同雅加達有雨。新加坡同吉隆坡雷暴。曼谷係天晴。胡志明市有驟雨，馬尼拉係明朗。孟買、卡拉奇、新德里係天晴，紐約同多倫多天晴，芝加哥係多雲，溫哥華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多雲，阿姆斯特丹同倫敦係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巴黎同蘇黎世有驟雨。嗱，今日去一個香港人中意去嘅旅遊點，澳洲東南面嘅塔斯馬尼亞度睇睇啦。嗱，當地受到今年以嚟最強冷風影響，咁隨後風力轉弱，雲層迅速消散，喺內陸地區有利夜間冷卻。咁今朝早中部地區嘅氣温降至零下4度，係比4月嘅平均温度係低咗成10度㗎。當近地面嘅温度下降，空氣中嘅水分逐漸飽和，就會形成霜。咁係塔斯馬尼亞今年第一次有規模結霜，最厚嘅喺東部、中部同北部。而預料另一道冷風會喺星期3晚至到星期4嘅上晝，再次令到塔斯馬尼亞部分地區受到結霜嘅影響㗎。最後睇埋南半球城市嘅天氣，惠靈頓同奧克蘭係明朗，墨爾本、悉尼有驟雨，布里斯班天晴。天氣報導完啦，拜拜。天氣報告係由舒緩屙嘔肚痛、有病唔使怕嘅保濟丸提供。以下時段81台翡翠台及85台高清翡翠台將進行分途廣播，提供雙重精彩。跟住係高清劇場，還珠格格之人兒何處歸。